有人話呢度係不可思議嘅印度，亦都有人話呢度係地獄嘅入口。每次打開新聞，見到嘅往往係強姦案、火車出軌、恒河裏邊浮緊嘅屍體，或者係種姓制度底下令人窒息嘅壓迫。好多遊客去完一次就發誓今世唔會再踏上呢片土地，但又有啲人好似中咗邪咁，一次又一次彈翻去。今日我哋唔傾嗰啲寶萊塢電影裏面嘅光鮮亮麗，亦唔係嚟粉飾太平。我哋要剝開呢個國家嘅外皮，睇睇嗰啲令全世界感到震驚、困惑，甚至覺得罪惡嘅真實切面。準備好未？呢個印度可能同你認知入邊嗰個文明古國完全唔同啊！如果話呢個世界上有一個地方可以同時將極致嘅奢華同極致嘅絕望融合埋一齊，咁一定係孟買。你可能喺網上見過嗰張出名嘅相，入邊係亞洲首富安巴尼，佢價值幾十億美金嘅豪宅安蒂利亞，呢一棟27層樓高嘅建築，淨係住咗佢一家6口，卻雇咗600名僕人嚟伺候。而就喺呢座豪宅嘅視野範圍之內，唔使望遠鏡，你就可以直接見到亞洲最大嘅貧民窟達拉維。呢個唔係電影場景，係2024年嘅印度現實。咁就帶出咗第一個令人震驚嘅事實啦。印度嘅貧富差距已經大到咗一種罪惡嘅程度。喺印度1%嘅富人掌握咗國家超過40%嘅財富。當首富嘅女兒出嫁，光係請帖已經價值好幾萬美金。成個寶萊塢明星加上美國國務卿都坐飛機嚟渡河嘅時候，就喺幾公里之外，成千上萬嘅一家5口人擠喺唔夠10平米嘅鐵皮屋裏面，每日為咗爭一個公共水龍頭嘅一桶水而大打出手。呢一種視覺上嘅衝擊，會令你瞬間懷疑呢個世界嘅公平性究竟去咗邊。講到爭奪水源，就唔得唔提嗰個令無數外國人聞風喪膽嘅衛生問題。呢個係我哋要講嘅第二個事實：露天排便同廁所革命之間嘅拉鋸戰。雖然印度政府過去10年瘋狂彈起廁所，聲稱已經覆蓋咗90%以上嘅地區，但現實情況往往唔係數字講嘅咁好睇。喺好多農村地區，即使屋企有咗廁所，男人哋依然習慣去田野度解決，因為喺傳統觀念裏邊，把廁所起喺屋企入邊係被視為唔乾淨嘅事。呢個唔單止係衛生問題，更加係一個嚴重嘅安全隱患。你知唔知好多針對農村婦女嘅性侵案件，正正係發生喺女性凌晨或者深夜出去野外如廁嘅途中。呢係一個聽落去荒謬，但卻真實發生喺21世紀嘅悲劇。講到女性嘅安全問題呢，恐怕係全世界對印度最大嘅標籤，亦係我哋必須正視嘅第3個殘酷事實。印度被好多媒體稱為強姦之都，呢2個字聽落去好刺耳，但係數據唔會講大話。根據印度國家犯罪記錄局嘅數據，平均每10幾分鐘，印度就會發生一宗強姦案，而呢個仲只係報案嘅數字。喺印度錯綜複雜嘅社會關係網裏面，受害者往往會因為家族榮譽、社會歧視或者係警察嘅冷漠而選擇沉默。更加可怕嘅唔係犯罪本身，而係社會對待犯罪嘅態度。喺2012年震驚全球嘅黑公交輪姦案發生之後，雖然引發咗全國抗議，但喺好多保守嘅印度男性，甚至係受過教育嘅上層人士眼裏，依然覺得好女孩夜晚唔應該出門。呢一種將受害者有罪論深植喺骨髓裏嘅文化，先係最令人感到心寒嘅地方。呢一種對女性嘅系統性壓迫，唔單止體現喺安全問題上，更加體現喺婚姻市場入邊。呢一就要講到第4個事實：索取嫁妝係一種合法嘅搶劫。雖然印度早喺60幾年前已經從法律上禁止咗嫁妝制度，但喺現實生活中，呢依然係婚姻裏嘅潛規則。喺印度，生女而被好多家庭視為賠錢貨，因為要嫁女出去，意味住要準備巨額現金、黃金，甚至係汽車、房產俾男方。如果嫁妝俾得唔夠，新娘喺夫家遭受虐待、毆打，甚至意外被火燒死嘅案例
喺印度新聞版面上係屢見不鮮。呢種因為金錢而扭曲嘅人性，令婚姻變成咗一場赤裸裸嘅交易，而女性就係嗰個被明碼標價嘅商品。你可能會問，點解呢種落後嘅觀念咁難跟隨？背後有一隻睇唔見嘅大手，呢就係第五個事實：種姓制度嘅幽靈。好多人以為種姓制度已經係歷史，畢竟印度法律規定人人平等，但喺印度社會嘅每一條毛細血管裏面，種姓制度依然決定緊你嘅一切。你嘅姓氏往往就暴露咗你嘅階級。你係婆羅門定係賤民？達利特決定咗你可以做乜嘢工作，可以同邊個結婚，甚至係可唔可以同高種姓嘅人共用一個水杯。喺一啲偏遠村莊，低種姓嘅人甚至唔可以着鞋行過高種姓居住嘅地方，連佢哋嘅影子都唔可以落喺高種姓人嘅身上。呢種將人從出生開始就分為3、6、9等嘅制度，徹底鎖死咗社會流動嘅通道，令數億人注定一世卑微。但印度就係咁一個充滿矛盾嘅國家。當你為種姓制度感到憤怒嘅時候，轉過頭嚟，你又會俾佢哋嘅宗教狂熱所震撼。第6個事實係關於嗰條聖河恒河。喺印度教徒心目中，恒河水能夠洗淨一生嘅罪孽，所以你可以喺恒河邊見到最魔幻嘅場景。上游有人喺度沖涼、刷牙，甚至直接飲恒河水；而就喺幾米之外嘅下游，火葬場嘅骨灰被撒入河中，有時甚至可以見到未完全燒盡嘅屍體漂浮喺水面上。水質檢測顯示，恒河某啲河段嘅大腸桿菌含量超標足足幾千倍。呢已經唔係水，係細菌培養液。但係對於信徒嚟講，呢水比任何嘢都乾淨。呢種信仰同科學之間嘅激烈碰撞，喺外人眼中係瘋狂，但喺佢哋眼中係虔誠。呢種虔誠亦延伸到咗動物身上。第7個事實，牛喺印度嘅地位比人仲要高。喺印度嘅大街小巷，你隨時可以見到神牛大搖大擺，淡行喺馬路中間。所有嘅汽車、卡車、巴士都要讓路俾佢。如果一頭牛決定臥喺馬路中間休息，咁成條街嘅交通就會癱瘓，直到呢位神醒返嚟，自己離開為止。喺一啲邦，殺牛係重罪，刑罰甚至比殺人仲要重。如果你被懷疑食牛肉或者販賣牛肉，好可能會遭到激進護牛隊私刑毆打，甚至打死。而喺呢個擁有全世界最多飢餓人口嘅國家，成千上萬噸嘅牛奶同酥油被倒喺神像上用作祭祀。呢種對資源嘅極端分配方式，令人唔得唔感嘆宗教力量嘅強大同可怕。講到交通癱瘓，我哋一定要傾傾第8個事實：印度嘅火車係另一個平行宇宙。你一定見過嗰啲火車頂坐滿晒人嘅相片。雖然而家印度鐵路局已經嚴厲禁止車頂載人，隨住電氣化改造，呢種情況少咗好多，但掛喺火車門外依然係日常。孟買嘅郊區鐵路每日運送700幾萬人次，車廂裏面嘅擁擠程度係每平方米企10到12個人。呢個已經唔係擁擠，係壓縮。喺早晚高峰，你根本唔需要自己上車，人流會把你推入去，落車都係被擠出嚟嘅。每年因為從火車上跌落或者穿越路軌而死亡嘅人數高達15000人以上。呢係一場每日都上演緊嘅生存大屠殺。而對於通勤者嚟講，呢只不過係一個普通星期二嘅早晨。喺呢樣嘅生存環境下，印度人練就咗一種獨特嘅生存智慧。呢就係第9個事實：Jugaad，土法創新。呢個詞好難翻譯，大概意思係喺資源有限嘅情況下，用非傳統嘅方法解決問題。例如用拖拉機嘅引擎改裝成貨車，用塑膠樽做淋浴噴頭，甚至將電單車改裝成可以耕地嘅泥。呢種精神一方面體現咗印度人嘅聰明才智同韌性，但另一方面亦反映咗呢個國家對於規則同標準嘅漠視。喺印度，得掂就得，安唔安全、合唔合規係次要嘅。
呢種思維方式滲透入咗建築、製造甚至醫療領域，導致咗無數豆腐渣工程同安全事故。接落嚟呢個事實可能令你有生理不適，但係佢亦係印度真實嘅一部分。第10個事實：苦行僧同食屍族。喺瓦拉納西嘅河邊，你可能會遇到一群塗滿骨灰嘅人，佢哋係阿霍里、阿格里教派嘅苦行僧。為咗對抗恐懼、打破禁忌，佢哋會做一啲常人完全無法理解嘅事情，例如食腐爛嘅屍體肉、用頭骨飲水，甚至同屍體一齊冥想。喺佢哋嘅教義裏面，神存在於一切事物之中，包括最污糟、最可怕嘅嘢。雖然呢係極少數人嘅行為，但佢代表咗印度文化中嗰種極端神秘、挑戰底線嘅一面，亦係令西方遊客最目瞪口呆嘅景象之一。雖然有咁多古老甚至原始嘅習俗，但係第11個事實一定令你大跌眼鏡。印度係世界嘅藥房，亦係矽谷嘅後花園。呢係印度最分裂嘅地方。一方面，數億人仲喺為用電同有冇廁所而煩惱；另一方面，印度嘅仿製藥拯救咗全球無數買唔起天價藥嘅癌症病人。佢哋嘅航天局 ISRO 可以用比荷里活科幻電影預算仲要低嘅成本，將探測器送上火星，將登陸器送上月球南極。印度理工學院 IIT 嘅錄取率比哈佛仲要低，佢哋嘅畢業生統治咗谷歌、微軟等全球科技巨頭嘅 CEO 職位。呢種頂尖精英同底層文盲並存嘅撕裂感，係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都揾唔到嘅。一個國家可以同時發射火箭同崇拜老鼠廟，唉，真係有一座供奉2萬隻老鼠嘅廟。哈！呢就係印度。講到生活細節，第12個事實係關於飲食。你可能聽過左手抹屁股，右手捉飯，呢係真實嘅。喺傳統印度文化裏邊，左手被視為唔潔，專門用嚟處理排泄物，所以絕對唔可以用左手觸碰食物，亦唔可以用左手遞嘢俾人，否則係極大嘅侮辱。而喺街頭小食方面，衛生標準更加係處於薛定諢嘅狀態。著名嘅脆球餅，攤主可能啱啱溝完腳，就將手伸入綠色嘅湯汁裏面攪拌。但神奇嘅係，當地人食完冇事，遊客食完往往就要喺廁所度過餘生。呢背後其實反映咗印度水資源污染嘅深層問題。大部分街頭食物嘅衛生隱患根源都係嗰個唔乾淨嘅水源。第13個事實係關於印度人對黃金嘅痴迷。印度係世界上最大嘅黃金消費國之一，無論係窮人定富人，一旦手裏有錢，第一件事就係買金。印度家庭主婦手裏邊持有嘅黃金總量，據講超過咗22萬噸，呢個比美國、德國、瑞士等國家嘅官方黃金儲備加埋仲要多。對印度女性嚟講，黃金唔單止係裝飾，更加係佢哋喺男權社會中唯一可以掌控嘅私房錢同安全感。喺婚禮季節，你會見到渾身掛滿金色嘅新娘，行路都需要人扶。嗰沉甸甸嘅金，既係財富嘅象徵，亦係傳統枷鎖嘅重量。第14個事實，我哋要傾下印度嘅環境污染，尤其係空氣。新德里嘅空氣質量指數經常爆表，數值高到儀器都測唔出嚟。喺冬天，燃燒農作物夾響，加上工業廢氣同汽車尾氣，令成個城市籠罩喺毒氣室一樣嘅霧霾之中。呼吸一日，新德里嘅空氣相當於抽咗20至30支煙。醫生發現，好多從不吸煙嘅肺癌病人越嚟越年輕化。呢種以犧牲環境同健康為代價嘅發展模式，正在令印度付出慘痛嘅代價。但係對於喺呢個城市裏面掙扎求生嘅底層勞工嚟講，聽日有冇飯食，比10年後會唔會患肺癌要緊迫得多。最後第15個事實，亦係最令人心情複雜嘅一點。盡管有上邊所有嘅混亂、罪惡同污糟，印度人嘅幸福感感官上卻並唔低。呢聽落去好矛盾啊！但喺印度街頭，你隨時可以見到咧嘴大笑嘅人啊！
或許係因為宗教俾咗佢哋接受命運嘅理由，今世受苦係為咗下世享福；或許係因為大家庭緊密嘅聯繫，俾咗佢哋情感上嘅支撐，佢哋有一種嘅態度，意思係就咁咯，冇所謂。呢種隨遇而安嘅樂觀，令佢哋喺看似地獄般嘅環境中，依然可以揾到活落去嘅樂趣。佢哋會喺塵土飛揚嘅空地上打板球，會喺擁擠嘅火車上大聲唱歌。呢種強大嘅生命力，或許先係呢個國家能夠延續幾千年嘅真正秘密。講完呢15個令人震驚嘅事實，你而家眼中嘅印度係一個點嘅國家？係嗰個強姦案頻發嘅罪惡之地，定係嗰個充滿活力嘅未來超級大國？係滿地垃圾嘅貧民窟，定係有住深厚精神信仰嘅靈性國度？其實呢就係印度，佢唔係非黑即白嘅。佢好似一鍋沸騰嘅濃湯，裏邊煮住最先進嘅科技同最愚昧嘅迷信，煮住最驚人嘅財富同最絕望嘅貧窮。對於我哋旁觀者嚟講，用罪惡或者奇葩嚟形容佢好容易，但係真正理解佢好難。呢啲事實背後係14億個活生生嘅人，佢哋喺歷史嘅重負同現代嘅衝擊夾縫之間，努力尋找住自己嘅位置。或許下次當你再見到關於印度嘅奇聞異事，除咗震驚同嘲笑之外，或許可以多一層思考。喺咁樣極端嘅環境下，人類嘅文明究竟可以演化出幾多種不可思議嘅形態？你對印度嘅邊個事實感到最不可思議？或者你有冇親身去過印度嘅經歷想分享？歡迎喺評論區留言，一齊討論呢個星球上最複雜、最矛盾嘅國家。記得點讚訂閱，我哋下期影片再見。